很高兴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好不好？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在他的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这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来献上感谢，求神继续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哈利路亚，谢谢你，这个属灵向献上感谢，愿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馨香的活祭，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当我发现自己抵不住，将心头的重担交给主。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终会化成祝福。当我再次将赋予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中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炼尽我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能够得着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在经历神所给予我们的挑战里面，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歌。当我自见自己抵不住，将心头的重担交给主。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终会化成祝福。当我每次在神的面前，我我们需要降服在他的面前，不再依靠自己，乃是依靠神的大能。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下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中，是的，神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
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高筑刚强，历经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在困境中，我们安静来唱。困境中，你赐下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黑暗中，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主刚强，连经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纵然失恋不断，靠主刚强，连经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你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走在绝望，甚至在试炼当中，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盼望的主，也是我们生命来源的主。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我们相信你必定要赐给我们有盼望得力的生命。也求主你继续看顾我们，让我们的心时常归向主，让我们的心时常带到主的面前，透过祷告，透过经历你，透过与主你同行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重生的生命，让我们更明白背起十字架的道路，如何为主你来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经历神。愿主你将你的智慧赏赐给我们。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这个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恩典。我们用生命的回应，透过摆上金钱的奉献来祝福教会，也让教会不管在事工，还有在工作上面，福音的禾场工作上面，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愿神帮助我们，透过奉献的行动，也一起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荣耀。今天我们请钟璇来带领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他拿麦克风。感谢天父，我们把金钱奉献给你，希望我们可以这些金钱可以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牧养事工的真谛。那在上个礼拜呢，牧师也跟大家分享到耶稣他如何透过他做事的目的，让我们更明白，其实怎么样做一个生命有效率的基督徒，实际上是非常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做事情会很有效率。那我讲这个是生命当中是需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的呼召，甚至荣耀上帝？其实是需要做事情要有效率的哈。
所以跟我们旁边的朋友跟他说，愿你做事要有效率，愿你做事要有效率。其实不仅是基督徒做事要有效率，其实在外面我们在禾场上，在我们的工作禾场上，其实也是如此哈。所以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到，耶稣他在做事的目的上，他有2个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仆人式的领袖，也就是说他的做领袖领导的特质是用仆人这种服务性质的方式来服务旁边的人，祝福人，行医治的行动。那甚至呢，他用他的生命是摆上生命的，是付上代价的，是活祭的，不是死的。譬如说，当我们要付上代价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会选择什么啊？不然你去就好了啦。好，这个我还不会，让你去就好了。可是时常我们要去想，如果我们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很多时候上帝是希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学习到，甚至经历到成长的生命的喜悦。可是我们往往忘记说，哦，原来我们是可以摆上生命的，而且在那过程当中是会付上代价的，而且你会学习到，哦，原来那么困难，可是我突破了。可是当我们生命突破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当活祭，它的价值是超乎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我牧师在2008年就开始投入在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就开始在教会，甚至在大专中心开始服侍神，然后做奉献的工作，14年的时间，我深刻的体会到，其实在教会服侍神，或者是牧养、陪伴，上帝的羊群、弟兄姐妹的过程里面，其实如果没有充足的扎根的信仰生命，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是很难看到生命成长。而且你的生命，即使你信主，即使你在教会聚会，可是你的生命没有被扎根，就是说没有上帝的话语来兼顾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1年后、2年后、3年后、4年后还是如此，你会觉得很可惜，甚至你会觉得来到教会并没有获得什么。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我们每一次进到教会，我们在听讲道，我们在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思考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得着成长成熟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像是什么？像在吃奶的婴孩一样。什么叫做吃奶的婴孩？如果第1年你来到教会，第2年、第3年，中学你们来教会几年了？第1年是不是1年嘛？实际真正好好的教会生活是1年。那1年过后、2年过后、3年过后，你现在学习到的什么东西是你最缺乏？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最缺乏？这个功课交给你，好好去想看看。其实不只是中南中选，也是在座每一个年轻朋友，牧师要给大家去做思考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非常清楚感受得到，为什么保罗他对加拉太教会讲了一句话。他的书卷当中，他说到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4章19节，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觉得后面这句话跟前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我小子啊，他是说，我的这些朋友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什么意思？今天中南中选牧师带着你们，我去年牧师花一些时间会陪伴你们，对不对？可是几年后，我发现你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成长，我会希望为了你们，好像在生产一样，再一次去生你们的那一种痛苦。你知道那个母亲在生孩子痛不痛？会不会痛？会痛。可是实际上，你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他是必须要经历，就像那生产的苦痛一样，那是非常痛的。有些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他怎么来到教会那么久，可是他一直都没有改变，你会不会很想要跟他讲，你这样做不行，你这样子做要怎么做才会好？会不会？我们会不会有那种感动跟冲动？会不会？
会有，可是往往我们并没有那一种行动力去告诉他。可是保罗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再受那生产之苦是要只等到什么？基督成型啊！他不是说只等到你得救成型哦，他是说基督成型。我就在想，什么是基督？啊，子安，什么是基督？那个像耶稣一样的时候，像耶稣一样，耶稣跟基督，他们的基督的名字叫做什么？基督叫做救世主啊，救世的主人啊。所以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里面，这句话就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像救人一样，像耶稣一样去救人，像救世主一样，可不可行？可以。有，最近我们看那个新闻有没有？那个从新加坡回来，他把国籍又把它转回来台湾，叫做谁？曹什么？曹什么成？曹新成。他非常有钱呐、他以前是他以前是那个晶圆厂的大老板啊。你知道他回到台湾，他督促台湾人要为台湾做一件事情，叫做什么？要保卫国家。所以他成立了用30亿元投资在台湾的国人，希望有一个叫做黑熊团体。这个黑熊团体在做什么？他们有别于什么？军队一样。可是他们必须要做什么？他们是属于一般平民老百姓，可是他们是有心想要投入在保卫国家，所以他投资30亿，让这些人训练他们可以做什么？真枪实弹，也是希望台湾有一群民兵啊，像民兵。假如今天战争打来了，我们有没有能力打仗？我们要有能力打仗，是真实可以打仗的。那牧师要举这个例子，我不是在支持曹新成，而是在说，像曹新成，他或许他不认识主，可是他的行动，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不是救人的行动？是不是？是啊。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台湾的政治，很少去谈到鼓励国人为了国家爱国爱民，顶多只是为了选举才在说。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保罗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不要有像耶稣基督救人的那种救世主的那种心态？要不要？我们是可行的。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办法有基督成型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保罗他给了我们传道人，也给了我们教会在牧养关怀弟兄姐妹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教导我们在教会服事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可是我们更需要去看重的是，我们服事的人，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预备好要为羊群做生产的痛苦？所以我们一起说，期待我自己的生命来，期待我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为别人在生产的痛苦，在生产的痛苦。为了别人，你要去承受那再生产的痛苦，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服侍上帝、服侍人的生命的重要性。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看一段圣经节，他如何教导我们在牧养工作上面的真谛、精髓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3章第13节到15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这里耶稣他讲到了他的身份，他什么？呼召设立了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必须要跟随他了。呼召门徒跟随他了，甚至要做什么？是不是？他要做什么？这些门徒必须要怎么样？要传道哦。如何传道？甚至要做什么？要有能力去帮助人做赶鬼啦。好，那你也想说，牧师，我们又不是神职人员，我们怎么赶鬼？
好，圣经里面我们刚刚看到的，耶稣给他们赶鬼，必须要有一件事情，叫做什么？权柄。基督徒有没有权柄可以赶鬼？我讲的不是真的那个赶鬼的动作，就好像帮助一个人，他生命当中有没有那种像鬼要我们做的，魔鬼撒旦要我们做的有哪些动作？中南，你觉得魔鬼会在现在的世上我们看不到那个鬼，可是魔鬼会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杀人啊！如果你没杀人呢，还有没有？中选啊，做坏事还有没有？再举例，平常生活当中，嘉欣，魔鬼撒旦的伎俩有哪些？想看看，随便讲，只要不好的事情，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子轩有什么？残害身体、自杀有没有？好，消极有没有？好，消极自杀一定会有消极，他对生命没有意义嘛，没有看方向嘛。甚至说谎是不是？魔鬼撒旦最喜欢你们去说谎啊，然后你们关系就不好啊，对不对？破坏关系啊。所以在这世上，实际上我们有没有权柄去告诉人、去教导人，甚至帮助人？这在耶稣身上，他呼召的12个门徒开始，他就已经清楚地告诉门徒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他教导、呼召门徒跟随他，就好像你们跟随着牧师、跟随着教会的大牧者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可是我们要做什么？当然，我们就是要做什么？传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甚至我们要不要有能力？要有能力。所以我们跟旁边的人说：你要有能力为主做工。你要有能力为主做工，你要有能力为主做工。所以有能力为主做工太重要。所以基督徒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陪伴者，甚至照顾者，他需要经营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过程，非常耗时，也非常耗体力。当我们能够从上帝那边得着帮助，我们就有责任可以怎么样？生命会不会成长？会不会？要啊！啊，不然你来求告上帝干嘛？你来认识这位上帝干嘛？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信仰？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是有盼望的，甚至有喜乐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当我们开始学习、习惯去跟人家建立关系、打电话、关怀人，我问你，你会不会变得跟人家打电话关怀的方面会很有能力、很有效率？会不会？会。啊，牧师在我刚出来在大专中心工作，因为大专中心他必须要时常去跟地方教会，每年3年我在那边都是时常每年都需要跟教会打电话联系，就是为了要募款，要跟人家要钱。那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地方教会，帮助大专中心。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开始打电话，每年都一直在打电话。所以牧师就在那过程当中学习到，原来打电话里面有很多诀窍，而且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甚至会帮助到我更深入了解，当他做给我一个回应的时候，我要怎么有智慧的回应他。所以当我们大桥教会进入要建堂的时候，其实牧师不怕打电话去跟其他牧者说：拜托一下，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分享教会建堂的喜悦。所以我也要问各位，你期不期待看到一个你的生命就像那某一位你所欣赏的对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跟他的生命一样？那么你就需要从上帝当中，当我们来寻求神，我们寻求神就已经找到一个好的师傅，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培养出、被牧养、被上帝或主的仆人、牧师被牧养出，你的生命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所以牧师从以前，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去教吉他、教贝斯，那个时候是我刚开始在做老师的时候，我发现后来我终于可以在教导当中，然后传授，告诉这位同学，你必须要跟着我学习我怎么去做，然后你未来一定也可以这么去做。所以我曾经这样回想，
牧师以前带过的这些学生，虽然我不是很会弹吉他，可是至少当他愿意跟着我一起走过的人，他一定可以未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来看这个唐朝一个文学家叫韩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失其义，不失其辞啊。”意思叫做效法前人的文艺，但是不模仿他的文辞。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叫做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文学创作的创意在哪里，而不是只顾着抄袭呀。抄袭别人的文词，抄袭别人用的方法。虽然我们去模仿，一开始学习都会先去做模仿，可是其实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到那个本意，那个非常重要。所以有些基督徒他跟随耶稣，他认识这个福音信仰，他只想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去做医病赶鬼，可是他并没有学习到耶稣的那个生命的精髓。耶稣生命的精髓叫做为上帝、为人的生命背起十字架，是付上代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牧养，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牧养的事工，不管是牧养你自己，带领你自己的生命能够跟随主的道路，还是去带领别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有主的爱。主的爱，好，所以那个宇轩，你是不是在军中当领导者、带兵的，对不对？那你需不需要有主的爱？要，你要有主的爱哦。你是代表着上帝的百姓，你是教会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我们有没有跟上帝同行。好，那个好像没办法播放。好，所以韩愈他讲的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风格创新，那个本意，跟我们基督徒在讲的福音有没有一样？也是一样。基督徒在讲的福音不能够单纯只是照着圣经里面耶稣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然后可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没办法，这个行不通，我不是耶稣，所以我也不能。那么，如果你这么想，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刚刚我们看的那一段圣经节，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圣经节有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第14节，他设立12个人，要他们怎么样？常和自己同在。你们有没有跟主耶稣同在啊？像这个要学吉他的，要学贝斯的，你们有没有常常跟你们的老师在一起呀？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们如果愿意常常跟你的老师在一起，你就会学到他身上所学到的精髓。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时常在一起，甚至知道他的本意要做什么，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知道牧养的工作怎么做。你怎么牧养你自己的生命，你也怎么样牧养别人。所以中学中南，你们期不期待父母亲一起来到教会，领受这个福音？会不会？会不会？会，因为你知道这个教会是好的，这个福音是好的，是对的，是非常棒的。可是你们有没有办法去牧养他们？那个是需要有功夫的，需要预备的。好，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牧师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要常常跟上帝同在，时常了解上帝的话语，这个是太重要的哈。好，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时常问我们自己，常常有没有跟主在一起。所以牧养精髓、牧养的关怀事工，第一个很重要的牧养的工作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说，耶稣呼召我们怎么样？与他携手打拼呐！好，你们有没有跟你们的牧师携手打拼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在教会里面可以做的，可以问的。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就去想，我们跟耶稣有没有时常一起携手打拼呢？还是我们就看一看，就说啊，耶稣那么有能力，
我们的牧师又没有那么有能力，那么我干嘛跟他一起打拼？还是我们用我们人的角度思维在思考？其实教会事工的工作的开始不在乎人，在于一个教会的工作，它怎么样有效率，而且会长长久久，在于它有没有跟上帝同在的最大关键。你跟上帝有没有同在，就决定你做的事情有没有办法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在教会里面办活动、做什么事工，你一定要去想的问题是：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时常带着我们的同工一起享受上帝的同在？所以那个自从嘉欣，自从之前杰恩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用他弹琴的时候，我牧师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敬拜。为什么？因为在音乐里面，他们不求自己要弹得多好，可是重点就是我享受在与上帝同在的感受，对不对？那就是敬拜。所以在我们学习，现在我们也敬拜团也好，我们参加不同的乐器的侍奉工作，我们一定要认识上帝同在是很重要的，而不在于说教会事工、教会的敬拜团要有什么乐器、有多少人，不在乎。重要是每一个参与教会音乐侍奉的人，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一个有感受到上帝同在的人，他的生命会有盼望，他的生命会有喜乐。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约书亚记在第1章第9节，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他希望我们将一生全部投入在上帝的工作，不是叫你不用工作，外面工作不用做，而是你要把你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上帝就喜悦你的生命，重用你，不管在你的功课，不管在你的工作职场，甚至在你所跟人的交际、人际关系上，上帝都要祝福你哦。所以以前牧师曾经想过，为什么牧师交了那么多女朋友，可是我却忘记了把我的感情的事情上面分别为圣。我仗着自己，我可以去谈很多恋爱，可是我却忘记了把我的生命、我的感情的跟人的关系，把它分别为圣。这很重要啊！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重点是后面那一句话：你无论往哪里去，你要记得，上帝都与你同在。意思是说，你可不可以随便乱做其他坏事情？可不可以？你很刚强壮胆啊，你很仗着说你跟人际关系、跟异性朋友都很好啊，对不对？刚刚牧师讲的嘛。以前我不懂，我以为我谈恋爱这个小 case。牧师从大学毕业才开始交第一个女朋友，虽然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爱慕其他的异性，可是我知道，我一直在想，上帝啊，求你给我智慧。可是当我发现我很有智慧，怎么样去谈一段感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能够了若指掌，甚至得心应手。一直到牧师发生车祸后，我完全知道生命不在我，而在上帝。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一直与你同在哦，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上帝都与你同在。但是你要怎么样把你的生命刚强壮胆的去面对你自己的生命，这很重要。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好好看待你的生命，你要好好看待你的生命哈。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忘记，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服侍神，可以为主传福音。那其实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生命带到这个信仰里面，甚至把我们的家人也一起带进这个生命里面。我在陪伴我的孩子再怎么样认识这个信仰，其实我跟他们教导他们先学习怎么跟着我们祷告，感谢天父收属米牛，他们会了。可是我知道他们只是背，他们不晓得那真正祷告的用意是什么，他们只是爸爸教的我就跟着念。那后来我就去分享祷告是什么，甚至呢，我教导他们，我念一句，他们跟着我念一句。最近呢，我的孩子每次到晚上，他们都是要祷告，一定要祷告，他们才要睡觉。
我非常开心。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还不知道我讲什么，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祷告当中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让他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后来我每说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们一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很慢，跟到最后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马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0.5秒之差。到最后我要开始教导他们，我告诉他们，你们要开始学习祷告。我的孩子都非常小，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你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他慢慢跟随主，跟随他的父亲，慢慢在学习认识这位上帝。牧师也要教导各位，我们的信仰，我们来到教会，你们可不可以把福音带出去，带给你的家人？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这么做。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12章11到12节，有一句话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当中要喜乐，在患难当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要常常祷告。好，所以那个台语哈，祷告要恒切，说点不习基德了。不习基德就是什么？就是你想到就祷告了。你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困难，你想到就祷告，在心里面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件事情我要荣耀你，这件事情不要让我得罪你，而中了魔鬼的伎俩。我相信我的生命要为你所喜悦，你会喜悦我的生命，祝福我，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当你就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顺利，很平顺。所以我以前牧师在每次开车出去为了找停车位我会破口大骂，这个人怎么又抢了我的位置？那一个人怎么怎样？我会这样。可是当我的心开始用我刚刚的那一种祷告的方式的时候，我发现上帝他就祝福了我。当我心里面想的时候，停车位，我就跟牧师讲，停车位在哪？我们到了哦，赶快祷告哦，车位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不只有一次。你们也曾经听过，有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也是如此，所以牧师期待你们要去经历上帝与你同在的那种感受。好，所以我们要想，我们的生命现在还是属于像在喝奶的生命态度吗？还是已经进入了与主同行，每天在祷告经历神的大能生命？云杰，你现在你的生命有没有觉得来到教会不一样啊？还是出去教会以后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去体会，你的生命不单单只是我来到教会，只是像在喝奶。或许你现在还是如此，因为你刚到教会不久。可是牧师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常常读经。好，我们甚至年轻人可以约一约，大家一起来到教会说：我们今天来一起跟你们分享我昨天在灵修的时候分享的一段圣经节，然后就开始聊开来了。大家在一起不是单纯的聊说我们今天要去吃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我们今天要去干嘛，不是单纯这一些。重要的是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分享你的生命当中怎么去经历神。那就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其实有一个研究报告说提到说，其实基督徒每天花时间祷告时间大概只有5到7分钟，如果你把它累积起来。好，但是呢，生活工作当中有果效的基督徒呢，实际上他每天祷告会大概有1个小时，他会透过很多时间在祷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耶稣他呼召门徒，甚至跟他一起同行，对不对？可是呢，最后耶稣要进入客西马尼园，在那边警醒祷告的时候，他是不是教导门徒要警醒祷告？有没有？可是实际上门徒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睡着了。其实这个故事表明了一个现在的基督徒同样的心态。其实我们的生命都像在睡觉一样。我们都会睡着，
就好像现在牧师跟你讲，云姐，你要祷告啊，要经历神啊。出去教会以后，可能你就睡了，又回到你的生活，回到很自然的生活里面。牧师要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开始学习操练祷告，彼此祝福祷告，透过祷告来建立彼此的关系，那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祝福的。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要了解第二个很重要，牧养。不管牧养你自己的生命或牧养别人，我们牧养关怀，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耶稣呼召我们要与他携手打拼。第二个，他差遣我们要向人传福音，医治疾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你觉得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校求学的环境，有没有人因为你去到他们当中，他们就很开心的？有没有？有的举手。子安，好不错，非常有勇气。子安，当你去到你的生活，你应该是在学校，是不是？对不对？只要你出现，大家都会很开心，对不对？好，因为你会搞笑，是不是？还好啊，现在又变还好了。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要如此。好，像宇轩，你虽然是做职业军人，可是怎么样叫做基督徒？怎么带兵？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就在想，虽然我只是一个兵，可是我希望让我的长官也能够感受到，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他也能够好好的善待我们旁边的伙伴。所以每次我们那些排长，他们准备要很凶、很暴力的时候，我都会笑笑的看着排长，看着班长，他不会说你在笑什么。他只要看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牧师，他直接叫我牧师。我那个时候不是牧师，可是非基督徒，他只要看到基督徒，他们会把你当作牧师哦。但是你一定要做得好，你的行为、你的生命就是要不一样。所以在那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排长会说，牧师，来这件事情你觉得该怎么做？他知道他原先的方式可能不太 OK， 甚至这个兵不想要顺服他，所以他用这些话来问我：你觉得可以怎么做？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就像第二个，上帝透过耶稣在差遣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是可以医治的，是可以祝福别人的。让我们所接触的环境因为我们而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直停滞不前，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服事、参与服事，甚至很少去思考我们生命的问题，而忘记了让上帝来完成生命改变的功课。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时常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才是真正有榜样的基督徒。好，所以最后牧师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彼得前书5章1到5节说：“我这个比较小一点哈，你们看得见吗？好，尽量看啦哈，努力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照管上帝的羊群，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一段话在讲的是长老的职分，但是实际上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基督徒可以学习的功课，叫做做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的牧养的工作，实际上他讲到一个很重要，叫做帮助信徒成为灵性成熟健康的基督徒。
叫做灵性的长者。你们期不期待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灵性的长者？啊，期不期待？赶快捡起来，看有没有坏。我们都会期待。你觉得灵性的长者只有是做长老的人才是吗？我告诉你，不是。只有年长的人吗？不是。在教会里面，灵性的长者不是按年龄，也不是按着知识多少，他看圣经看多少，不是。也不是他按照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职分，也不是他在世上的财物有多少，贫富都不是。也不是因为他信主的时间长短，甚至在他的信仰生命当中，重要的是他生命有没有活泼的生命，甚至呢，不是在于外在的，而是在他的里面生命有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在教会里面灵性的长者，他不见得是一个要做长老的人。所以你相不相信你自己会可以做一个灵性的长者？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我们从外面看，我们必须要看出，在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什么叫活出上帝的样式？你说牧师，我又不是神，我怎么做出像上帝的样式啊？我告诉你，我们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这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有讲的。既然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又按照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讲到，我们有没有基督长成的形象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我们不是要做神，而是我们要谦卑的，就像上帝能够祝福人的方式去祝福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重视在我们能不能活出上帝的样式。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对人事物的对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即处理欲符合上帝的旨意，谁就是有长进的。第三个，谁克制肉体多，气绝世俗多，谁就是有长进的。谁能多流露出有关属灵生命的亮光，谁就是有长进的。就像刚刚牧师讲的，我们来到教会，如果我们每次大桥教会的年轻人来到教会，就是说我们要去吃什么，我们要去玩什么，可是我们不会一起留下来，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叫做流露出有属灵生命的亮光啊。所以牧师非常鼓励我们真的在一起多分享见证，多分享你们在平时当中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的故事，那就是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亮光。好，第五个，我们一起说，谁会关心教会属灵问题的，谁就是有长进的。好，所以我们彼此要互相关心哦。你有没有读经啊？你有没有祷告啊？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跟你同在呀？第六个，最大、最真实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谁爱主的心有长进，谁就是长进者。你要爱上帝，要越来越爱主，要越来越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你就越能够感受到你自己是不是有爱上帝。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所以上帝喜悦我们在他面前。今天讲到两个重点，我们怎么样培养、牧养我们的生命？第一个，与耶稣携手同行的基督徒；第二个，用好的榜样、重生改变的生命去经历神，为主传福音，然后医病，让世界不一样。这也就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彼得前书5章6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虽然我们基督徒感觉好像都是服务人，好像很谦卑，好像很微不足道，但实际上，上帝会就是如同我们所看圣经节一样，到了时候到了。也就是说，你经历过那个过程，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升高，就不一样。所以这是牧师很深刻体会到，从过去我服务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他们重新回过头来，我再去看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感谢主，上帝让我的身份，让我的角色不一样。所以也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经历神当中认识神所给予我们生命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带给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功课，如何学习，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能够为了身旁的朋友能够再次经历
那生产的痛苦。我们需要陪伴，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更多的看见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在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朋友生命当中，是否有基督的成型的身量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一起与耶稣同行，走这福音的道路，为主传福音，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经历神。愿主赐福大家平安。